中华县对6月15开始进行万人注疫苗的行动，目前为止，中央头一批23000档 AZ 疫苗也都已经注刷了。第二批会针对到85岁到89岁时段，尽力完成调查，6月24要开始注啊。中华县针对第1类到第6类 AZ 疫苗注射，头一波37000档已经伫顶礼拜注刷，其中第6类75岁以上列名单参预约的时段，注射率拢有90%以上。第二波，中华县政府也已经针对85至89岁时段做意愿的调查。那我们最近这一批85到89，我们估计它的整体的这个年龄层接种率应该还会到50%以上。这一波85至89岁时段，明仔载开始会由各村里长发注射通知，为6月24开始注。官府也特别安排时段去病院参医疗院所，会使更较完整评估身体状况。因为在医疗院所跟医院里面施打的时候呢，医生可以比较完整现场可以查询你的云端药历啊，或是过去的一些病历，可以更清楚的帮施打者评估他的健康状况跟过去的病史，所以也希望经由医师亲自来做一个比较充裕时间的诊疗，让民众放心，来提供他的接种率。打疫苗都会有风险哈，你如果说看世界各国它的一个报道，不管打哪一种疫苗，都有人因为这样而过世的。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，我们长辈一旦确诊，死亡率的高，实在真的是很高哈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变成我们这个长辈或者我们自己的家属，大家要去评估的。县长王惠美表示，不关注倒一种预防下本地就有风险，但面对高风险传染病，大家也是爱慎重考虑，评估风险。另外，为着应付赛后大量的注射任务，目前中华县也已经调集307位医护人员加入注射团队，目前也继续增加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